后来乡亲啊，咱要再一次来提醒，南万不宜拄到火烧厝，千万唔通美丽的下间啊变锁。高雄燕巢一栋3层楼的透天厝发生火警，这个消防队赶到现场，第3楼的下间啊变锁，把这个厝主救出来，厝主互烟砸着伤，加在无真要紧。消防队提醒大家，这个火烧厝的时阵，变锁的塑胶门会因为高温来变形，火焰会侵入去。 会无法度保性命，所以若是火烧厝，千万唔通美丽的下间啊变锁内。头朝这边，然后头往这整个方向。厝主对火场抢救出来，规个人去昏甲乌乌，用要无度喘气。消防和救护人员抢时间救人，甲伊送去救护车，赶紧送病院。4月初7，高雄的燕巢区一栋3楼的透天厝，下晡5点外发生火灾，消防队赶到现场，拢作出动20台车50人，对3楼入去，离变锁甲57岁厝主救出来，可以加在送病院了后无生命危险。消防队表示，火灾时阵唔通密变锁。 浴室内的水对火场等级的火是没有用的，而火场的温度达到200到400度时，浴室的塑胶门就会融化，无法保密。变锁的塑胶门因为高温变形，浓烟甚至是火就会侵入去。变锁颠倒变形是上危险的所在，应该安怎做呢？找一个有对外窗户的房间来关门求生。爱买一起有对外窗仔的房间，而且用棉被将门窗拆掉咧，等人来救，才会当伫火灾发生的时阵保命。